下一位何敬康副主席。多謝主席。我有幾個問題想問一問嘅。咁啊，我本人非常之支持呢一個嘅無紙證券市場嘅制度啦。咁啊，提高效率之餘呢，其實又環保喎。咁所以就呢個真係非常之支持嘅。咁啊，我比較關注呢啲中小型券商適應呢一個嘅無紙證券市場嘅制度。咁啊，頭先幾位同事都講過，即係成本係有可能會提升嘅，因為其實啲都要整一套嘢出嚟㗎嘛。咁啊，政府有冇一啲即係技術支援啊等等，係可以協助一啲中小型嘅券商去過渡呢一個嘅制度呢？咁同埋有啲咩措施可以避免無紙化呢，導致即係市場集中化，就加劇咗啲大型嘅機構壟斷。咁啊，另外一個問題就係、特區政府有冇量化過呢一個嘅無紙證券市場制度嘅carbon footprint 係對整個環保效益嗰個貢獻係點樣啊？咁啊，我覺得其實亦都係一個賣點嚟嘅。若然係要宣傳嘅話，即係我哋大家都有一個目標係要邁向嘅。最後一個問題呢，就係當其實若然發現，因為始終都係一個系統啦，咁啊系統係會有時會有錯誤啊等等，壞機死機等等，因為種種原因而導致到一啲電子記錄嘅遺失啊，又或者錯誤嘅時候呢，投資者有啲咩申訴嘅渠道呢？咁之餘就係其實個賠償責任方面係點樣釐清？多謝主席。係邊位？都係證監會。好多謝何議員嗰個幾個問題。咁我諗首先答一答中小券商嗰度啦。咁其實呢，今日我哋建議嗰個運作模式，其實對中小券商個影響係好少嘅。咁點解呢？因為頭先我提過，投資者可以繼續用今日嘅模式持有股票嘅。咁即係話，如果嗰啲券商嗰啲客戶繼續用今日嘅模式持有股票，其實佢咩都唔需要做嘅。咁但係如果有啲客戶係用電子形式係持有股票呢，佢需要做嘅一樣嘢咧，就係確保佢個系統，佢可以有個系統係可以接收到嗰啲電子信息。咁嗰啲唔係一啲好複雜嘅工作嚟嘅。咁所以我哋了解到呢，其實對中小券商嘅影響應該唔係好大嘅。咁所以就即係呢個我覺得應該可以放心嘅。咁另外嗰個你個提問就有個提議嘅關於個 carbon footprint，我覺得嗰個幾好嘅提議嚟嘅。我哋諗一諗個數，睇下將來我哋如果係做推廣嘅時候，我哋睇下可以點樣可以用呢個角度去再講一個無紙化嘅好處啊。同埋若然有資料遺失、錯誤、申訴，我諗即係嗰個問題，即係我好難一概而論，因為都係要睇下嗰個遺失嗰個責任喺邊度啊。咁但係我諗，如果投資者有損失，即係當然第一樣嘢可以同我哋證監會去報告啦。咁我哋可以會睇一睇個情況係咩時候發生、咩原因，咁我哋再睇一睇個責任係點咯。多謝主席。